嗯，赶快快。老师最近都无用款甲，哦，阮兜足侪物仔吼，不但是修理，还头拄仔才搁线过下骹，迄个 disposal 搁害去，所以爱搁换新的。物仔哦有啊，所以吼，头拄仔对啊，旧咧做遐咧切水切啊。爱家己换吗？啊，即摆因为有人迄落，阮有 handyman 啊，所以阮有叫讲礼拜要来换安尼。OK，啊，物仔若旧吼，含人相共，拢爱修理甲，太模棱久安尼。对啊。阿山，你表某水嘛搬厝呢？后要搬迄个，伊搬去伫，搬去有不认得？OK。因为因伫不认啊，即马即间厝有较细间啦。嘿嘿。咱台湾讲的三楼半透天的安尼，哦。诶，算面积较细啊，嘛较差啦。嘿嘿。伊即下搬去摇，无你若是含因知影，拢叫做搬去，嘿，拢做做搬去。伙搬去。对啊，算讲换厝就是啦，吼。是，嗯。
做日仔，伊家己先过啊。哦迄个拜四搬家公司才去搬，所以哦，即摆还袂set up好势啦。啊，搁咧落。呀，到尾啊，退休到尾啊的时阵，就思考讲应该到底是爱安怎大？当然啦，当然啦。呃，我说你敢有60岁？无啦吼，啊，袂咧，啊袂，搁2冬。可能对袂啊，对袂啊。哎，一日一个平安。嗯，我是看起来较老安尼尔。无啦，你无老啦，你看起来足像迄落西方人，好势。呀，较早搁咧读新人院的时阵，迄阵才30几岁啊。我看觅啊，未哦，退伍了20几岁，未30岁，我著拢流喙手啊。哦，转去阮爸爸遐吼，伊哎，就甲伊迄个教会遐朋友讲，这阮囝比我较老。嗯，诶，啊，恁爸爸敢是画家，爱有画画集无？有啊有啊有啊，伊有画册啊嘿。哦，最近你有看迄个你个美国顺天美术馆有无？嘿嘿嘿嘿，600几幅有无？对迄图对对，嘿，内底嘛，我爸爸的图。哦，OK，恁爸爸什么名啊？是光阳。李光阳。啊，那我想啦，就是李泽藩哦，的是迄个，是。我说等者我甲木孙女用一下。哦，今年压力好啊，哦，一力坐，呀，一力坐你好，平安。我加州出门哦，嘿，无戴口罩，讲要罚300块美金哦。介先是安尼，啊嘛是有看人无戴口罩，即马迄个西北甲迄个海边，佫拢关起来啊。呀，开放了伤紧啦，完全无迄个配套措施吼，这会做危险。对啊，即马毋是迄落川普讲，已经改变口风，伊讲戴口罩有效。嘿嘿嘿嘿。Too late. 对咧，哦，伊到底毋知会调啊袂调？毋知咧。平安，文华兄。你无听平啊？安平安有啦，有听的啊。文华兄平安吼。平安平安，
祝我叔平安。对啊对啊，伊若无回答，就是像伊咧讲，伊都知安尼啊，调工无爱讲啊，调工无爱插你啦。就这些。嗯，怎样啊？这是圣经的。我建议呢，给他存一半呢。啊，我叫我，不是你来倒来存一半呢，哎，啊，看到一半呢。啊，恁太太拢无看到，含一半都无。哎，对啦，爱用看者啦。当今这个好啊，7:03啊。来，我甲 PowerPoint 用起来吼。你搞朋友，我今日咁少点朋友。老赵，我起来了。小老早，大哥，家在拄好会赴。困老啊！赵，祝你老赵。今麦明明就 AM，啊，我起来了。嘿，还没被困啊。咧困。好，来，咱今仔日要看阿拉特书第一章11节到24节吼，哎呀，看完啦吼。我啊无看那个，贴上来。来，咱这个概论吼，我大概小可甲咱讲下吼。无伫咱的资料内底啦吼。是讲咧准备的时，我小可重新整理吼。阿拉概书。啊，历书。来哦，要甲恁的声关起来啊哈！先关起来啊，等下才来开哦吼。伫概论中间，咱大概知影讲，伫加勒泰伊拄着足大的问题，是伫犹太基督徒因真坚持用割礼，用即个犹太的文化改命律法大入来。所以伫即个内底，咱会看到一寡律法主义，这是上严重伊即摆咧讲的代志。另外有一种的叫做放纵主义，写了无介清楚，但是咱伫加拉太书第5章20、23节，特别是23节的时阵，咱会去看到伊写迄个圣神的轨迹，对无？圣神的轨迹最后一个是啥物货？圣神的轨迹最后一个是准则啦，吼。其实也有一寡咧讲放纵主义啊，吼。那拄开始的时阵，保罗伫遐咧讲伊安怎受呼召做使徒，然后伊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甲彼得因跟雅各来见面，伫遐甲因论伊所受的呼召，甲伊咧讲的福音，甲犹太基督徒有无共款的领受？
伊伫咧论真福音，啊，真福音包括伊咧挑战犹太基督徒对福音的看法，包括伊挑战使徒吼，咱讲彼得即个形象。啊，若准用一个足简单的图吼，我毋知影咱对台北即摆叫做新北市啦，较早叫台北县吼，三峡有一个山吼，叫做五寮尖啦吼。即摆看即个图吼，顶悬有迄个锁啊吼。古早我阁无顺利，甲朋友去爬时阵吼，拢无锁啊，拢无锁，干那就是安尼一个，咱咧讲个零线吼，干那零线安尼吼。啊，你若真正风头的时阵吼，你咧爬即条山吼，无锁啊，呾坎你着爱安怎，你知无？你着爱跍落来，拍雨加加啊，甚至用爬的，你才有才条爬即条山啦吼。这个要诚做一个形容，就是讲，律法主义是一种足极端，足极端犹太人的信仰，咧看基督教信仰，咧看救恩，咧看福音，这有危险啦，另外一种就是讲放纵主义，我特别讲5章23节，咧讲到准则。放纵主义当然嘛是危险啦吼，但咧行真正的道理的时阵，咱必须爱安怎？爱谨慎，爱降服，甚至咱爱谦卑屈家，咱才有法度真安全，无受到两边的影响啦吼。大概是加勒泰书即个6章的中间咧论即个物件啦吼。我用地图互咱来看啦吼。地图伫第2章，咱前边伫前礼拜的概论中间有讲着，加勒泰的正教会基本上就是3个：安提阿、以哥念、甲罗斯德。这3个伊拄仔伫迄个咱即摆讲土耳其吼，亚细亚的即个中正平者的呢，犹太人基督徒介济，就像讲保罗本身，伊是倒位啊人？保罗本身是即个咱咧讲的，伊是大数人伫遮，所以离即个叙利亚足近的，离犹太地较近啦吼。所以大概即部分是咧伫即部分吼，受到即个犹太的影响较深啦，即个部分。那伫即个部分伫遮。大概就是讲希腊、罗马，你知影希腊、罗马吼，因上互保罗足批评的，就是啥物货？你知影？就是迄个公共浴池的问题啦。公共浴池是拢会有啥物货？拢有一寡咱咧讲的即个军妓妓女，也是讲遮个放纵私欲的物件。所以其实伫亚细亚的基督徒也是讲，这个教会受到两边的影响真大。咱前边有讲到这个大概是伫遮的教会在受到的这种异端，较受到希腊的影响。所以无需用安尼啦吼，用第2章来讲，犹太律法主义的影响。希腊罗马的放纵主义的影响，伫亚细亚，保罗想要来传达一个真福音，一个正确的福音，所以又受到真大的遮的挑战，也是讲搅扰吼。大概是咱会看到加勒泰教会基本上嘛是安尼咧拄着遮的代志吼。这是伫迄个概论顶悬吼，小可甲咱佫补充，互咱。大概有一个概念安尼啦吼。好，要来读圣经之前，咱先来祈祷啦吼。主必听台湾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随望天气变化遮尔大，前几工佫真清凉。差不多60几度、70度。今仔日已经起来到伫90几度。求主你来帮助阮，会晓来顾阮的身体，特别是这个疫情佫。持续咧
失控的中间就是伊毋但帮赞，阮的政府的官员会通有正确的领导，也帮助阮兄弟姊妹家己会晓持续来固守家己，来做一寡方便的工作。阮遮也要恳求天父你来保守你表汉牧师因甲因查某囝的家庭搬厝，即摆咧整理的中间，你来施恩赐福。也保守周牧师因要准备要搬徙位，来到伫澳外要处理厝在整顿的中间，你也保守因，赏赐因有气力，也继续来看顾保守医治阮所毋捌David 的朋友王医师因夫妇伫即个跋倒了后的恢复有注意特别的稳定。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为着今仔日的主旨，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咱拢做伙来读啦吼，咱做伙来读咱甲即个台语甲中文拢来读过吼，咱做伙读哈。兄弟啊，我报恁知，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也无受人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恁捌听见我前伫犹太教所行做的，就是捆着上帝的教会，真忝来陷害伊。14节，搁我伫犹太教比本族同辈人侪人较进步。为着我祖宗的遗传，搁较热心。若是对阮老母的胎分别我，用伊的恩典调我的上帝。既然欢喜将伊的囝显明伫我，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我就无人参详。3年后，我上耶路撒冷去探基法，甲伊住15日。其余的使徒，除去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拢无记着。但我所写予恁的，我伫上帝面前无白擦。后来我到叙利亚甲基利家的所在，迄时属犹太地，踮伫基督者的教会，犹久未捌我的面。因简单听见讲前捆着咱的，打传伊平素所陷害的教，就因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人想出来的。我没有从任何人接受这福音，也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启示的。我从前信奉犹太教的为人，你们都清楚，我不留情地的迫害上帝的教会，极力摧毁它。在同辈犹太人中，我比别人更积极的遵行犹太教规，更热心尊奉祖宗的传统教训。但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在我出生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召我出来侍奉他。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儿子，使我在外邦人当中宣扬有关基督的福音时，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却立刻到阿拉伯去，然后返回大马士革。过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跟他同住15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没有见过其他的使徒。我说的都是实话，上帝知道我不撒谎。后来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各地，
那时犹太省各教会的基督徒都还不认识我。你有听到我读的吗 ？OK， 好。他们只听见别人说，那从前迫害我们的人，现在却在传扬他过去所要摧毁的信仰。因此，他们为了我的缘故颂赞上帝。好，今仔日对11节要到24节，这个中间有几个部分啦吼。咱分开来讲啦吼。拄开始就是11节到17节的这个中间。伊开始来论到伊家己的使徒的身份，咱前礼拜伫概论的中间有讲到，就是讲，所谓迄种使徒的传统，使徒传统，就是耶稣所敬的12个使徒、门徒，称做使徒，这个部分，甲保罗伊本身称做使徒的身份，这是有两个无共款的思考。当然，咱咧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咱知影耶稣所敬的即个12个学生是使徒，对英语来讲叫做 capital A 啦，是讲希腊文也写 capital 迄个 R 来表达讲这是12个耶稣亲自竞选的使徒。然后其他的无用 capital A 即个使徒是咧指。所有受到耶稣基督的圣神呼召来服侍伊出去传福音的人，也是讲，其实就是咧讲基督徒应该爱有使徒的身份。伫这个中间，用保罗是做一个足重要的迄个使徒认知的分界点啦，咱咧讲到犹太自杀死了后，因头壳出来第12个，迄个有小可模棱两可，因为毋是亲自被圣神感动的，是去用票选到袂拄好，是搁爱抽考啊。迄个伊搁毋是耶稣亲自竞选的，搁归入伫迄12个内底，所以伊迄个身份怪怪。但是保罗就真清楚，伊无伫这个使徒的传统的内底，但是伊受到。耶稣基督圣神的这个启示，也是讲光照，伫遐来呼召，来服侍主，这个是一个分界点，后咱来了解讲，真正使徒的意思到底是啥物货？11节到12节的中间，伊咧讲到伊家己的福音，毋是照伫人的意思，伊伫咧讲到伊安怎受到呼召，伊后壁会讲到咱若倒转来伫《使徒行传》第9章第3节到第6节的中间，咱就会当看到扫罗行路要到大马士革忽然间有天顶有光来照伊，伊就趴倒听见有声音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伊就讲：主啊，你是治罪主讲我就是你所迫害耶稣起来去城内底。你所着做的，就爱去就会有人甲你讲安尼这就是咧讲到保罗伊本身咧讲伊的使徒的身份，伊是亲自去互耶稣基督来甲伊启示，来甲伊呼召。今仔日个经文12节的中间，因为伊讲，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是无受人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伊伫遮咧要表达是即个真清楚的即个身份，伊是耶稣基督亲自甲伊光照。即个光照对保罗来讲，会互伊失去原来的能力。就是我拄则互咱看到迄个三峡即个山共款，你去到伫迄个所在。进前无有白沙的时阵你去到遐有足侪人就是自动拍落来安尼你必须爱屈家，你必须爱放弃你所有，你可能伫地面上安尼足安尼足青赢足风光的去到遐你就爱拍落来你安尼爬过安尼你来想想看觅保罗带领一群人要去比别教会。咱咧讲雄壮威武啦但是当
伊拄着伫大马色的路上拄着即个光照了后，发生啥物代志？伊目睭看无。一个本地目睭真好，佫会当带领人去比逼教会的人，目睭看无，产生啥物结果？伊无法度去做任何代志，佫需要人的帮衬，敢毋是安尼？哦，你莫讲食物件含行路，你着爱人甲你带嘛，吼。所以失去伊本来的能力，迄个时阵你只有去倚靠。这个有一足深的迄个信用意义伫即个内底啦吼，所以伊伫遐咧讲，耶稣基督亲自来呼召伊启示伊，才着去甲伊废掉伊的武功啦吼，咱用中国人咧讲的吼，废掉伊的武功。所以而且啊，耶稣讲：你为什么逼迫我？伊讲主啊，你是一罪。伊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吼，你着，较早伊是咧。困着教会，困着基督徒，但是即马耶稣甲讲起来，伊就起来啊！迄个有足大的改变，敢毋是安尼吼？9章第19节到22，扫罗到伫迄个大马色的门徒遐住啊几若工，就伫逐会堂开始来传扬耶稣，吼，讲伊是上帝的囝。即个真大的改变，到底伊是安怎改变？因为人甲伊帮衬，伊受到医好，着改变啊。迄个改变遮尔紧，咱无法度去想象啦吼。咱嘛毋是保罗本人吼，但是咱亲像迄个耶稣甲迄个埃亚撒该咧讲话，对毋对？伊讲我要来恁兜，去因兜食饭啊，过一暝，了后讲啥咱嘛毋知影。但是埃亚撒该伊着安那，伊着改变吼。埃亚撒该改变了，伊着。欺骗人的，害人四倍，伊怂恿人，伊就要去诊治吼。对保罗的角度来讲，撒该是毋是使徒？是啊，吼。伊互主耶稣来改变，然后伊开始做一个疼人的工作，伊嘛是使徒的身份吼。好，所以保罗就开始伫同会堂的所在咧传福音，传耶稣，伊是上帝的囝安尼吼。所以。因遮人着惊啦吼，伫耶路撒冷，因讲哦，即个人毋是拢咧甲阮迫害吗？吼，保罗本身伊伫即个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上落尾伊嘛有讲着吼，因遮人毋捌见过伊的面，就是敢若听讲哦，古早咧迫害教会人，即摆咧传扬福音安尼，因着归荣光上帝安尼吼。所以咱来看伊讲，伫即个改变的中间。保罗伊就真正努力来传伊所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启示互伊的即个真理，伊伫遐来努力啦吼。第13节到14节，伊咧讲着伊的过去吼，伊讲伊是热心迫害教会的人啦吼。所罗行传咧讲着咱拄则读的经文啦吼，讲你为什么迫害我吼，耶稣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吼，伊就爱照耶稣甲伊启示来讲。使徒行传22章第3节到第5节，保罗伫遐咧讲着伊家己的身世吼，家己伫遐咧讲伊的身世。伊讲伊是出世伫迄个大数吼的犹太人吼，伊伫迄个城内底大汉，而且伊搁伫加玛列的下面来学习，加玛列是当初时足有名、足严格的一个先生啦吼，咱讲夫子啦吼，也是讲祭司的传统内底，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学习。伊讲我热心服侍上帝 ，OK。迫害教会的保罗讲，我嘛有热心服侍上帝。伊认为迫害教会嘛是热心服侍上帝哦，这就是咱咧讲的讲。迄个信仰的认知的偏差吼，伊嘛认为讲我也是对的啊，所以迫害即个教会，伊感觉是服侍上帝吼。伊讲亲像恁今仔日共款啦吼，所以伊咧指的是保罗咧指的就是迄个犹太基督徒，因嘛认为讲你得爱照犹太的方法
才会当得到救恩。其实伊咧指这个物件。第四就伊讲，我要逼迫奉这个道的人，直到死。吼，咱知影伊捌伫青目洲见证第一个顺道的人司提反，吼，伊伫边仔咧看，吼，所以伊嘛是拢咧做这个代志。伊啥物人伊拢掠来就干，吼。这是大祭司甲正长老，互伊的责任嘛，会当来做见证的。讲伊古早就是做即种代志的人，咱知影伊有奉命要去到伫大马色遐来逼迫教会时阵，来互主耶稣来甲伊蒙着，也是讲甲耶稣来相拄。腓立比书第3章第6节，保罗伫遐咧讲，我就一热心啦，吼，逼迫教会伊当作是热心哦，伊讲若对律法来看啦，吼，我是无通指责的哦，徛伫犹太的律法的看法，伊认为信耶稣，也是讲耶稣，都是违反律法的，这是甲法利赛人共款的讲法啦，吼。你知影保罗认为讲我就是法利赛人中央啦，法利赛人啦，吼。这是伊的真清楚表达伊家己过去咧做，也是讲伊的认知，吼。15节到17节的中间，伊咧讲着伊家己啦，吼。伊讲若是上帝吼用恩典来钓伊，是伫伊的母胎的中间，伊伫母胎中间就已经钓伊啊啦，吼。所以咧讲着伊的身份、伊的身世时阵，咱有用几个角度来看保罗这个人，对第15节到第17节啦，吼。咱先来看伊的名啦，吼。对伊的名中间，咱会知影讲伊的出身是啥物货。伊的名第一个，咱知伊是扫罗，扫罗是希伯来名，希伯来名，啥物人有叫扫罗？以色列来第一个王叫扫罗嘛，扫罗王、扫罗王，有可能是照这个名来号嘛，无一定哦。但伊原来意思就是祈祷也是祈求、要求的意思，所以伊是一个希伯来真通常得用的一个名。咱真清楚知什么款的人呢？出世的时阵会号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当然是希伯来人啦，吼。咱台湾人的囡仔，咱袂去号一个迄个德文的名啦，也是法语的名，咱连家己发音都袂晓的吼。所以咱知影讲伊是一个希伯来人。然后咱去看到伊另外一个名叫做保罗。伊是出生伫迄个阿西亚的大数，阿西亚是即摆土耳其已经离开迄个，拄则咱有看迄地图，已经离开迄个叙利亚犹太地即个所在啊。因是伫迄个所在，伊的爸母是希伯来人，但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伊有2个名，上届无伊有2个名。咱连面才来讲改名的代志啦，吼。伊有2个名，一个是 Paulos，Paulos 是用希腊文号的名，这个无需要讲到伊出世了有2个名的原因，是因为伊讲到讲伊还未出母胎的时阵，上帝已经甲伊甲呼调啊啦，伊的老母、伊的老爸、老母是希伯来人，住伫阿西亚，佫是罗马公民，所以伊一出世了，伊就有这两个种的身份。咱你看到《使徒行传》伊落尾受审判的时阵，伊就伫遐讲恁迄个毋免上法庭安尼直接刑罚对罗马公民嘛安尼嘛，伊咧表达即个物件伊咧表达伊的身份啦所以伊一出世了后，伊就有即种的身份。2个身份，也因为安尼，伊有对犹太教的认识，伊嘛有迄个对罗马公民的身份，伊伫外邦做使者，这是伊家己讲的伫16节的所在所讲的，要互我宣传伫外邦，
所以伊足清楚知影伊家己的呼调。后壁迄句话更较重要，伊讲啦，我无甲别人参详。这咧讲啥？这咧讲耶稣基督互我的呼调是对我的，我的呼调是我直接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毋是对人来。咧表达即个物件吼。好，到底保罗敢是改名？照圣经甲咱讲伊改名啦，但是保罗伊家己尾仔咧讲，我出世就是罗马公民啦，伊本来就有罗马的名，吼。其实若照咧讲啦，吼，细汉的保罗，也是讲搁伫咧阿伯教会的保罗，伊迄阵啊来往的人是啥物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对毋对？祭司派伊去阿伯教会掠人来嘛，敢毋是安尼？所以伊迄阵啊用希伯来人的名、以色列人的名，啥物名？扫罗，吼，扫罗。但是当伊开始知影伊受呼召是要来做外邦的使者，今仔日个经文16节所讲的，伊开始用啥物名？用保罗用希腊文的名。好那亲像咱即马伫遮，我定定咧人讲迄落，人咧问我啥物名啦吼，我都甲讲啊，我的 official name 叫做 Jane Hao 嘛吼。啊，你会收到足侪迄种批来吼，你知伊袂甲你写两个名哦，伊会写头前迄个名，啥物名？叫做 Jen，Jen 安怎念 ？Jane， 白人吼念着 Jane， 甲你写 Miss， 因为伊感觉迄是 Jennifer 的迄个缩写，你知影？伊毋知你的名嘛吼，所以我若甲较亲的朋友，我会讲啊，你过去叫我 John。爱较简单啦，啊无你伫遐趁吼读袂来，所以我甲别人咧交往的时，我就讲啊无你叫我 John 就好啊。我较袂讲啊好，甲你介绍半波的名叫做 Jane Hao 2字，啊因都念袂清楚安尼吼。哦，我想即个学者伊嘛是安尼建议啦吼，伊感觉讲当保罗伊咧面对犹太人的族群的时阵，伊用扫罗。伊用迄个希伯人的名，当伊开始要来对外邦传福音的时阵，伊就用 Paulos 保罗来做伊的名来甲伊直接我想这是较清楚的了解啦是毋是改名是改用名？我想迄无甲迄个得救甲真理无关系啦，不过咱了解就好啊，安尼啦后来，伫保罗的身世，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因为真长，我就无搁放伫遮，咱若有时间会当家己看吼。以后有机会咱嘛会当来看吼。伊讲伊是希伯人的子孙啦吼。便雅悯的支派，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嘛是叫做扫罗嘛吼，伊嘛是便雅悯的支派。咱知影伫过去的人就是安尼，伫家族的中间身世较好的，因会甲因的迄个族群内底即个有名的人有伟人的名，甲号落来。像即马足侪人爱号迄个 David 啦吼，咱有 David 嘛吼，嘛有人爱号啥物货？墨西哥人上济号啥物货？你知无 ？Jesus 号耶稣啦吼，对，就像安尼吼，好。咱来看伊的身世，讲伊的老爸母拢是罗马公民，在《使徒行传》内底嘛有讲的吼。伊生落来就死啊啦吼。伊是犹太教，《使徒行传》22章第3节，伊嘛安尼讲，伊是伫即个背景中大，搁伫迄个加马列的门下受到足严格的教导，所以伊伫遐有足严格的咱咧讲的犹太教法利赛迄种的本质伫迄个所在，所以伊对旧约有足深的认识，足深的认识。伊阁是读册人啦，咱讲伊是读册人，所以伊上开始是伊用法利赛人来称呼伊家己，然后而且伊阁足骄傲的。我热心我是无通指责的伊是安尼伊
有受到罗马的教育啦，吼，伊是大数迄出世，吼，伫迄个所在，罗马公民有受到即个教育，这是咱所知的一个背景，吼。虽然经文无写着，因为经文基本上是记犹太人这边的，吼。伊的职业呢，古早时代，特别希伯来人的传统，也是讲伫初代教会，咱拢会当看到。因伫教会专职的服侍以外，因还佫有一个家己的事业，也是讲伊的专长。你像耶稣，耶稣有人在问啦，耶稣12岁去圣殿了后，到30岁出来传福音啦。即中间18天走去倒位？坦白讲，你要问我嘛毋知影，因为圣经无讲。但是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讲，伊去做木匠做18天啦。因为伊老爸是啥物人？伊的老爸是木匠嘛，约瑟是木匠嘛，咧做木的这有人安尼咧讲啦，但是咱知影讲，伊有即个做木的背景。彼得是掠鱼人，彼得甲其他一寡同伴，因小弟马太是抽象的，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的好野人的负责人，保罗伊是做即个篷布帐篷的。伫使徒行传18章的经文内底，咱会看见伊甲即个阿古拉因夫妇叫巴吉拉因夫妇拢咧做即个篷布的生意，所以因伫遐做真好的即个生理盘，嘛做真好的动工伫迄个所在。圣经有记载，记载。伫第15节、19、17节即个中间，咱会通看你讲，其实保罗咧表达一项物件，就是讲，虽然伊头前是一个压迫教会的人，压迫基督徒，否认耶稣是上帝囝人。但是上帝自早就已经批判伊啊！上帝一个批判一个会当前往外邦传福音的工人，上帝伊批判摩西，伊必来人的社区出世，伫法老王的命令下，伊袂当活，却互埃及的公主甲救起来，伫埃及的皇宫中代受到训练40年久，做一个军事的领导者。第二个40天，伊军队伊的丈人阿特罗祭司学习敬拜上帝。但时机成熟的时阵，伊就伫迄个火底烧无烧歹的四壁中间，去甲上帝来见面，受到呼召。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上帝安尼甲批判嘛，真特别啦18节到24节。咧讲到伊去到耶路撒冷、甲比丁雅国见面，甲遮的犹太基督徒见面的代志。保罗咧讲到伊受到主的呼召了后，无随时去伫耶路撒冷，伊随时伫附近的庄头城市来传福音。过偌久？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3冬久。但是你若去看《使徒行传》第9章23到26节，迄个所在无写时间偌久，讲过了好些日子，过一段时间足长的时间偌久毋知影，但是咱伫即个所在有看到3冬3冬了后，伊才去耶路撒冷去找彼得，甲伊带15天的时间。伫即个所在，咱也去看到讲。伫当地遮的人，因有要来陷害这个保罗，陷害这个保罗。这是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因为谁人要害伊？伊古早伊就是咧害基督徒的伊古早就是咧迫害教会的人你若讲。亲像即摆若准讲，中国的迄个领导者若落台，我想有足侪人要掠伊啦，共款迄个意思安尼啦，保罗过去咧迫害基督徒，所以当伊
去到即个耶路撒冷的时阵，遮个犹太基督徒就足想要来陷害伊吼。咱来看伊讲即个记载。18节到19节的时阵，伊咧讲着伊去到伫耶路撒冷，甲彼得，台语是讲写基法啦吼。咱知影伊就是彼得的名吼。伊伫遐来甲伊见面，住伫遐，佮甲耶稣的兄弟雅各，安尼是小弟啦吼。来见面。加拉太书中间，伊真清楚表达讲，伊无佮甲其他的使徒见面，伊要来表达讲，伊的福音，伊所领受的是甲其他的人无共的。所以，亲像第16节咧讲，既然欢喜做伊的囝显明伫我，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我就无甲人参详，伊咧讲着伊个福音的独特性啦，吼，伊毋是人家伊差派，吼，使徒讲无，阮遮已经有人无你去遐，你知影台湾古早迄个早期吼，150几年前迄个传福音就是安尼啊，比如讲巴克咧，因已经去到南部啊，对无？即马佫有第2个即个宣教师去到厦门的时阵吼。讲问讲我要去倒位，马甲迄人就讲吼，南部有人无你去北部好啊，是安尼啦吼。因会安尼来去派安尼。保罗伊要表达的是讲，无有人甲我讲要去倒位，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神的呼召，差派我去外邦。因为伊知影伊家己有即个身份，是希伯来人的囝，佫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伊知影伊的负担甲伊的呼召是伫迄个所在吼。使徒行传第9章27节到29节，伊讲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罗马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说，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OK， 咱看到这个经文啦。所以你注意来看，甚至保罗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伊拢甲什么人讲福音？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所以伊已经足清楚，伊家己的方向是外邦，讲即个希腊话的人，毋是咧讲即个希伯来话的即个以色列人吼。保罗伫遮强调的，亲像第19节伊所讲的，伊无见过其他的使徒，所以伊就决定来即个对即个伊启示的上帝的囝来行即个外邦宣教的道路吼。伊伫遐咧表达伊的。特别的使徒的身份，甲伊的服侍的内容，甲对象，我想每一个牧师嘛是安尼，像每一个同工，咱拢有无共款的恩赐，咱会当做的代志拢无共款吼。这点面咱会当来讨论吼。21节到24节，犹太基督徒甲保罗的代志，因对听到保罗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时阵吼，因会安那，因会着惊啦吼，因为。伊过去就咧迫害因的啦吼，但是保罗讲伊一开始是无随去，伊先去伫外邦传福音，然后才去倒转去伫耶路撒冷甲使徒来见面吼。但是因嘛是因为安尼，因听见保罗的改变，因就看到迄个足大的改变的见证吼，所以因伫遐嘛来学了上帝吼。咱来几个问题的思考啦吼，我有更伫互咱的即个资料的后面啦吼。我捌有人甲我讲吼，牧师，我即摆做基督徒吼，我阁叫人选丢了吼，我嘛爱来改名安尼啦，因为圣经吼，遐个人吼受到上帝的呼召，阁受到上帝的即个差派吼，拢改名，伊就甲我讲到落长一堆啦吼。阿伯来嘛改阿伯拉罕啦，撒来也叫撒拉吼，雅各改做以色列啦，等，伊讲我嘛爱改名。我毋知咱感觉安那？咱会当来做来讲啦吼，
啊，是毋是伫圣经内底咧讲的改名有其他较深的意义？像咱拄则分享的吼。第二个就是讲，根据圣经的记载，上帝所使用一个人，拢有伊的计划，亲像保罗伊家己个别讲，伫我出世进前，上帝已经竞选我。亚利米先知嘛咧讲，吼，讲，上帝安尼甲讲，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吼。你未出母胎，我也分别你为圣。上帝安尼甲讲足清楚的吼。啊，咱伫基督家庭中代，也是讲咱是第一代信徒，咱来倒转来看咱的人生，我毋知是毋是你有感觉讲，上帝拢一步一步咧甲咱带路，吼，咧甲咱带领，是毋是咱成做第一代基督徒，拢有上帝伊特别的意思伫咧吼？咱会当做伙来分享啦吼。第三个问题是讲，保罗强调伊家己无受到使徒的影响，伊受到耶稣基督本身的呼召。啊，保罗是要表达伊家己足特别的吗？还是感觉伊要甲咱传达一个意思是讲，咱每一个人所受的呼召，拢要真清楚是对主来，毋是对别人来甲咱影响。啊，比如讲，即两工仔有过去的朋友咧甲我问讲，啊，牧师，你两个囝拢无要做牧师哦？我讲，伊若有要做牧师，是上帝甲伊的关系，毋是因为我做牧师，伊就爱做牧师，嘛毋是因为我甲伊讲你爱去做牧师，吼，也是讲啥物人甲伊讲伊爱做牧师，吼。我想即个会当互咱来思考啦，吼。再来分享一个是讲上帝安怎被办理成做伊的门徒。啊，上帝有伫咱的心上呼召咱做伊的使徒啊无？咱会当分享啦吼。好，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特别的呼召，教会嘛是安尼，所以咱会当来思考看觅啊。咱拄则咱讲第四个讲家己的呼召啦吼。啊，就讲你认为咱的教会咱受到上帝呼召到底是啥物呢？咱会当安怎来参与吼？好，咱拢有迄个啦，我着甲。好，因安尼停掉吼，咱会当见面安尼甲声音开开吼。OK， 来开声，一个开，甲恁开。OK， 好。咱来先来讲改名的代志啦。你感觉改名安怎？咱都袂使亲自改名咧。袂当亲自改名，台湾听讲即摆通改3摆呢。是真嘛，我迄个时代拢袂使，使改。啊，即摆佫会当迄个冠母姓呢？嘿啊。是我是有改名啦。哦，你有改名啊？我出世的是日本名，啊，转来台湾就改这中国名。啊，你去用改无法度啦。你是宫本武藏啊，山本武藏。对。英美代子啦。无啦，我是357。啊，一本18点多。对啦。可以这样。改名咱大家已经拢改了啊。对，咱这改名是甲信用无关系的改名，对无？我早就改名，但是是甲信用是无关系的改名。你叫 Andrew 是嘛是信用的名？对啦，无对，但是改迄个名是甲信用是无关系啦。我想你会经迄个名。是啊，那我会经迄个名，因为我迄阵是捌一个宣教师在台湾时，迄个少年的时，我就拢甲伊斗阵，伊就较方便，所以就较好一个迄个名安尼。我用40-50年啊。哦，所以叫做菜市仔名。菜市仔名对。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阵，大家去的时阵，1973年。
去的时候，我本来号一个名叫做 Allen。OK，人甲我讲你啥物名？我家己讲家己名，讲过若摆，逐人听无啦。因为迄个 L，迄个改到去 L，迄个 L，迄个互咱家己发袂准嘛。听无讲我你是啥物名？个人问，个人大家拢甲问一遍，我家己做识气诶。要改名吼，都爱公布互人知，因为我诶同学吼，伊来加州做牧师，啊，佮读神学院吼，这几十档我拢毋知影伊是安尼。啊，佮有一日，我诶牧师娘佮含其他诶人咧讲话讲咧，甲讲着讲，迄个古早都原来是做药剂师。啊，尾仔才知影讲起来，讲原来就是我诶同学，啊，佮以前拢做伙咧拍球，做伙咧迄落。伊即摆还佫伫洛杉矶，即摆做总干事，陈以诺牧师啊。我著差不多只10外冬拢毋知影伊伫遮，啊，甲有一日才当着，啊，原来你就是所以改名诶时阵哦。除了讲你咧洗心革面，啊无就拢毋知影。到尾啊，我才知影。你捌？伊都拢咧做餐馆的迄个，即马无啊，伊即马是迄落洛杉矶迄落调木童工会总干事。就牧师咧讲这吼，我有一个经验啦吼。你知影？神学院内底吼，也是牧师内底有足侪原则。啊，差不多10几年前吼，忽然间我诶朋友拢总无去。为什么你知无？因为迄个时阵阿扁也做总统，允准原住民恢复原住民诶名。因所有人拢改掉，迄教会公布一刻出来遐名，我拢毋捌。啊，其实拢我捌诶人，像你咧讲安尼啊，我拢改倒转来。啊，我拄仔一个大学诶朋友，20几档无看的哦，伊也生一对双生，阮兜也是生一对双生啊。伊是双生仔查某囡仔，后壁查甫诶。啊，阮双生仔查甫诶，啊后壁查某安尼。啊，甲一届去台东，阮伫遐，去遐计算是旅游还是啥物货吼？啊，人才甲我讲，啊，我才敲电话互伊，啊，才相见面。我讲啊，你换到即个名，我就根本就毋知影你是啥物人。迄个陈慧丽牧师啊，吼，伊嘛是差不多10几年前才改名，伊本地是迄落陈增清啊，对啊，古早阮熟悉变陈增清。后面到迄个陈增清，迄个谁人啊？我是感觉讲，我较接受吼，我较接受迄个学者的讲法啦，就是讲，改名本身的信用特质，毋是很悬啦，是有伊的目的啦。比如讲，你讲阿伯兰，你毋知阿伯兰的改名是因为伊要入来家人地，所以爱用这边的名。阿伯兰本身是倒位人？即马的迄个伊拉克所在的人，伊毋是加南地的人啦，所以伊基本上是用移民的名字啦，吼。迄较毋是迄种信用的目的，但是伫圣经内底写，咱有时我感觉讲因为安尼所以就爱改名，但是改名这项代志变做一个律法，那就有问题了。哎，不得主。顾得主哎。较早都阿不然。好，安尼名的代志，就安尼啦吼。但是迄名吼，咱名咧讲，有当时名是上帝改的啊。对。
你想，就是讲，我想上帝要甲改的原因，就是爱互伊知影讲，你即马伫即个所在，你要甲遮的人做伙，你要伫即个所在来甲伊相处也好，还是讲传统音也好，你有需要做即种的改变。我想这对咱即马来讲，已经是个算作 common sense 的了解啊。伫古早因的移民甲即种的国际认知，毋是遐尼强的即个中间，真正是需要上帝的智慧来帮助因啦。你想应该国，你网络无好，啊，你的网络无好。有啦，就是讲国变做以色列啊，对，即摆天色来改的啊。对，伊因在伊改的原因嘛。对。吴主席网络无好。应该是你的哦，阮遮看真好呢。我伊有一个医科伫遐说 ，David 即马伊平安顶嘛嘛是医科伫遐说。无呢，阮遮拢看拢好呢。我对哦，David 我咧题材的异国我底下说，我是注定咧说。我就咧说。建议遐嘛是，迄是建议说啊。安尼真正是你的网络有问题。我哋对哦，阮看拢足好势啊。我网络新的呢，这到无是几。区域的关系啦，甲你的迄个伊的这啥发射传输的速度有关系。我5G 的呢，安尼新的5G 哦。5G。假的。好来，爱改啦，咱的第二个问题，对，这叫上帝伫人的一生拢有计划，咱家己咧。第三星弟兄，啊，我计划第三星弟兄，你现在记我，这个记上对。你透早起来来记我。无输那两个。哪有？有，我有两个无输。有就无输，你无输。就无输甲你无输啊？不是，只有两个无输，一个你无输，顶完伊无去啊，才变成 David 啊。都是两个无输，即马是 David。你今日食饱未？未。你血糖伤低啦。要你讲咧啦，要你说。要你说啊，吴主席嘛在说，敢若酒无输无说尔。那么无说吼。有人要分享第二条无？第二条是啥物？改名？毋是啦。PowerPoint 无出来啦 ，PowerPoint。PowerPoint 要用 PowerPoint 了，来，按一个哦。看咩呢？大家名阮是上帝。第二个伫遮。答案。上帝在早就甲咱安排好势咱的一生，咱怎样回头看，敢有感觉？这个记载吼，会出真侪问题。安怎讲？因为
你也未出席以前，上帝给你安排啊，所以我唔免读册嘛，我考大学，若安排好要一条就是一条，袂调就是袂调，我有头拢共款，是毋是安尼？哦，你跳伤济去啊！你跳对一定论去啊！若我无啦，伊讲都安排好啊，所以我要娶倒一个某，就已经决定啊嘛，所以要娶几个嘛决定啊，对无？我未出舞台，我已经迄无共。无共款哦，你即摆咧讲的这甲即个无共款。这是保罗伊经历着了后，伊才回头去看伊人生，上帝早就陪伴伊要做这项代志。迄个耶稣讲的，讲明仔日会怎样，也是讲迄个日怎样，无人知，连囝都毋知，所以无人会当知啦。是咱咧回顾咱的人生的时阵，咱去发现，其实上帝早就咧安排咱啦。你才想讲，上帝是毋是在还未出世以前，就认捌你，就安排你的性命，你打一个问号，对无？对，我问你家己啊，我问恁啦，我咧问恁啦。若你问我的时候，我若咧要照这个吼，我毋是读这，我想照安尼是，根本就，我还未出世，伊就已经分别做成啊嘛。一开话我毋好讲嘛。这个是你即摆讲的是圣经内底诶保罗的讲的物件这个是照讲是理论啊，毋是你家己的见证，还是讲你的经历的分享。这是别人。对啊。我即摆拍问号，是要来问恁啦，你家己有感觉安尼啊无啦？这问我无讲多啦。我是这个问题，我是有感觉讲，你想讲我出世伫这个所在来讲，我是有相信讲，我会离上帝甲我肯定这个所在，是讲我离甲一个阶段上，我到种像我离台湾，我离去到加拿大。去个 Toronto， 哦，迄种是讲上帝无，坑，甲我坑伫加拿大啊，安尼我来美国，但我嘛感觉相信讲上帝，甲我坑伫加拿大，离美国这所在啊，这是我感觉我的迄个。对信心的反省安尼。我的迄个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因为你即摆到啦，无你讲，你即摆讲你会当去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讲你我即摆已经离美国啊嘛吼，但是我就想讲你阵啊，要去离台湾，要去 Toronto， 要去那个落上帝叫我安排我即摆已经咧即代志啊，即摆个另一个想法，用迄是因为上帝我安排的，也是讲我即摆怎样体会着讲，我即摆即个所在，所以讲就是相信上帝，来讲会当我来即代志啦。就你即个感，你即个感，你即个变现在改咧，有即个感，会当讲。感动啊，种吼，会当讲回想来讲种，我相信讲有上帝，我来啦。讲我做一个短的见证嘛。我讲我现检测有的人嘛一定知影。我阵仔离台湾会当去到 Toronto 的时阵，我你17岁啊嘛。我17岁先去 Toronto 去出国的，
1972年、73年，阵来即个金币金针迄阵啊，3、4岁囡仔就已经无法度通出国的啦。我出国，我是出国要17岁，我的小弟迄阵我是小弟，14岁，就是15、16、14岁，哎呀，我这手是阵来当出国啊。我会当出国，嘛是有一个足大的miracle 奇迹啦，吼，就是啊，吼我有人分享过，我要出国这个代志，我真是上帝信心，耶稣拢会使，有一个声甲我讲，迄个声我有听到啊。伊我讲，我要带你去啊！我要带你去。哦，我咧在台湾的时阵，我正台湾我热中昼倒倒去我倒我倒咧，希望倒咧安尼尔。有一个声，那声人咧，声我要带你去啊！到时我种人跳起来，咱毋知啊，这声对啦，我要去倒位？所以，迄阵来讲，了无后久，我就出境证，台湾出境证就出来啊。我来迄阵我就甲阮小弟，我就先出去香港来去多伦多。你多伦多了，嘛是讲啊，你在多伦多已经熟啊，你在多伦多要事业，你在做事业，啊，干做了做事业，你结婚啊，但是我是1991年来到，安尼嘛吼，所以你比如讲来到即摆来到即个安尼，甲即摆安尼啊，即摆你才会当大家见。而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个检测是上帝已经叫我安排了，伊我安排。感谢。有，结果是呢，你走来找我，我甲迄个这个。说好咯。那个大。OK。怎么洗了？3、4岁。咱多谢 David 的分享啦吼。其实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若阵会当斟酌去甲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其实咱有足侪点点滴滴吼，拢有上帝的旨意甲安排伫迄内底啦。啊，当咱头前咧行的时候，咱完全拢毋知影。有当时是毋是咱是毋是会会去怀疑讲？为什么我着要改变？为什么着要去要去倒去了？若是来讲，当咱经过一段时间了，回头咧看，亲像保罗安尼咧看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事实上早着上帝着甲安排好势啊，吼，要甲训练，要互经历这个代志。无毋对啦，我经历足侪啦。但是到尾也想起来，这首先都安排我想到爱大遐 struggle。啊，咱的 struggle 就是讲吼，嘛表达一个咱无够顺服啊，敢毋是安尼？咱一定伫遐咧甲上帝伫遐咧发巴拉眼嘛，对无？对啊。按才会安尼嘛。我感觉咱的信用上界可贵的，就是上帝有互咱有自由，伊会当互咱拣啊，所以咱所以咱需要上帝，就是上帝就互咱自由意识。所以虽然咱的一生，我是感觉安尼，伊拢甲咱计划好，毋拄咱定用咱家己的想法，有当时一条路应该是会当一条路真紧就会当到，毋拄咱用家己的方式，咱就安尼踅几步。
啊，毋过上帝嘛是，抗议啊呢？呀，这好，上帝我上帝嘛是互咱，上帝袂讲，若安尼，伊就无爱互你去到遐，伊互你选，伊会当互你选。啊，毋拄咱说到尾啊，咱嘛知影哦，原来上帝意思是安尼。毋拄咱嘛是会搁用咱家己的意思去，啊，所以头拄文化兄讲，你到即个会，真正咱愈来会侪才会想讲，啊，何必当初？安尼济？这平民讲的对啦，上帝互咱家己选择，但是选择了，咱来选择毋对的时哦，这是我的经验，伊就甲你动起来，哦，啊，有时动，有时毋是甲你动起来，有时是可互你受足大的款伤害，哦，所以讲啊，迄阵啊想起来讲啊，我当初咱卖安尼做都无问题，但是到尾啊，到上尾啊嘛是要桥对原位啦，用着弯翘翘，弯翘翘啦。毋过我感觉真感谢主，就是讲有当时咱会说，就是亲像以色列人就头拄无说咧讲伫旷野，结局嘛是会入味啦。啊，毋过咱若是持守，这重点爱咱有持守。你若无持守的，你就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所以这就有人就是讲起要问我这个问题，伊讲若是既然上帝安排安尼的时，迄个约束若无互伊阿兄给卖掉的，毋是会同款北条路，伊嘛是共款会去埃及，但是是行无共的路，是不是安尼？嘛有可能啊。有可能，我毋是上帝，有可能，嘿，但是上帝嘛有可能当无用约束去用别人，是啊，是不是啊？呀，但是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这个是足清楚的啊。什么方法，上帝家己安排。嘿，上帝去找到一个愿意互伊使用的人。你像讲你拄仔讲约束，伊个国新冠情况，伊甲因哥讲哦，你毋免烦恼，你嘛免感觉歹势，上帝爱我来，毋是恁。伊都足清楚呀。好了，你来看，伊嘛安尼讲，我出世以前，上帝已经竞选我，伊甘愿互上帝用。摩西有小可较无甘愿啊。上帝意思是好。对。摩西小可无甘愿，搁伫遐咧甲上帝讲啊，我袂晓讲话安怎，但是伊嘛是爱乖乖仔去啊，嘛是上帝用40天，敢毋是安尼？那讲一较迄哦，无输赢啦。那摩西无迄阵无受警调的时，照安尼讲，上帝用到嘛是毋是用到啦，嘛是会警调别人来做这个代志。无毋对啊，无毋对啊，是啊。所以有，就是讲咱本来伫教会无讲欠啥物人，教会就会无去啦。上帝会兴起其他的人。呀。所以有一句话吼，我顶下听人讲，伊讲这世间无你无我啦吼，地球嘛是共款的转。迄是有影啦。我明仔日头也是共款的出来。袂啊，若无你的时阵，阮美智姐就真艰苦啦。对，头你讲，你讲，伊无来足欢喜。人会艰苦啦。伊无来足欢喜的，伊就免煮饭啊，伊欢喜啊。好，多谢大家热烈回应。来，第三个，保罗强调伊家己的福音的独特性。咱感觉伊是要甲咱表达啥？伊是直接对主耶稣的感动。对。伊可能嘛是要互伊要将伊家己做一个见证。我即款的人，我会当改变到安尼，吼。即摆。会来，原来我上界逼迫的，即马我要来传这个福音，所以恁就爱知影，这是足正确，这个才是对的。伊的独特是什么独特？不讲。工作得到其他信徒的认同。无啦，无讲迄个独特，伊就是咧。有啊，伊的独特性就是迄个。外邦的使徒啊，伊要去互其他的使徒来受教。对，
这是伊头前参详。第16节的所在讲的，你看经文的第16节。我甲伊参详。16节来，我读给你听吼，我用中文的吼。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儿子，使我在外邦人中宣传有关基督的福音时，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这是伊的独特性啊。外邦使徒无受到犹太基督徒使徒传统的影响，这是伊咧讲的物件。你注意甲看吼。若伫彼得带头的使徒传统的传福音是啥物诶？是犹太化的基督教。咱了解这个线路吼，是犹太化的基督教。然后佫进一步到严重到啥物程度？外邦人拢爱只摆做犹太人，才会当信主。才会当信耶稣，嘿，才会当做。这有问题。嗯。所以到后尾，咱会当去看到保罗甲彼得咧论这个物件。所以伊咧讲的是这个独特性伫这个所在。所以其实照我来看，讲保罗伫遮咧说咧强调伊的独特性，无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是讲伊足清楚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身互伊的呼召，互伊知影福音是啥物货。毋是去做犹太人的迄个福音，是伫主耶稣基督本身所得到的救恩。所以这就有足大无共款啦。对，这有足大无共款啦。像有一个角度会当可能小可咱考虑是讲，你像迄个保罗，伊讲伊迄阵受教，伊伫迄个加马勒做教那门徒嘛。迄阵我想伊阵犹太教，伊检测因爱拢对遮个律比，遮个人来得到遮教知识，遮物啦。检测伊要来强调是讲，伊所受的即个是因为上帝直接伊无对伊所要讲的，像是对遮个彼得。伊遐个使徒，遐个使徒来的，伊是毕竟是对上帝互伊的啊。我认为安尼啦吼，就是讲伫《使徒行传》22章第3节，保罗伊伫遐咧讲到伊伫加马勒的门下受到真严格的律法教示，然后后壁一句话讲，因为安尼伊热心服侍上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伊咧甲伊讲使徒的传统基本上就是甲加马勒共款，是迄种法利赛化、犹太化的想法。伊今仔日是已经改变啦。伊要强调的是，毋是讲犹太人的即个传统的教示，是主耶稣互咱迄个救恩是偷放的救恩，无搁再受到这犹太化的迄个影响安尼，明明。所以你看迄使徒，耶稣见的学生拢对耶稣对吧？对。然后他们就跟着耶稣然后耶稣都会跟他们讲很多的比喻啊，讲互伊听上面。迄当阵保罗拢无伫遐呢。无。保罗拢无伫遐。所以保罗是因为他直接为耶稣遐得到的，看到他这样子死里复活，他才知道说原来你是真正的，所以伊无亲像以前讲，伊拢对咧伊的学生又去学迄款的物件，去听耶稣讲的道理。他直接就是一个，我觉得更简单，就是说你主要信就好啊。你看伊活生生的就是一个见证，耶稣就是一个见证，你就是你就是相信伊就好，无其他啥物大项的道理安尼啦。对保罗本身，其实伊家己咧传达这个代志的时候，你注意甲看伊咧讲一句话讲一项代志，讲我是一个罪人呐，
咱伫提摩太前后书的时，伊伫咧强调啥物件？伊是大罪人，因为是伊压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嘛。但是当伊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阵，伊来青迷。伊是大罪人，佮青迷，然后上帝佮互伊恩典，接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互伊佮得到医好。所以对伊来讲，已经死过活。伊有经历即种的恩典，主无因为伊做大歹代志，所以甲伊刑罚，佮互伊有机会。所以对伊来讲，伊是有足深刻的去体会着讲，主的恩典是遮尔大，迄个救恩，伊嘛无经过甚物款的训练。上帝就将这个救恩互伊啊，白白就互伊啊，安尼，所以伊足清楚咧表达这个物件啦。那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譬如讲吼，咱偏偏拢基督徒，有诶一个自细汉伊就是一个基督徒诶家庭，吼毋拄有一个是伊尾仔信耶稣，伊家己有去经历着迄款诶信仰对伊家己诶改变，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虽然伊就是自细汉，伊就伫咧恩典中间，伊会感觉讲，即个恩典是伊自细汉就已经惯习迄个恩典，已经惯习迄个在习惯在那个恩典之下。那可是另外一个是他有经过困难，有经经历上帝恩典，所以说伊咧讲去福音的时阵，伊会感觉讲。这个信仰，这个福音是真正是一个会当改变你生命的。我感觉保罗会互我的感觉，伊咧传这个福音，就是这款的心态，因为他有真正经历到耶稣死又复活，就像刚刚牧师你讲的，保罗一死搁过活，所以说他伊的热切吼，我当然咱袂当讲。12个使徒无遐尼热切，不过比较地来讲，你看保罗他那种迫切心，搁较强。谢谢。我过去教主日学的时阵，就捌碰到足侪学生安尼甲我讲，伊讲若安尼的时阵，咱就信约就好啊，旧约遐都无必要信。所以足侪迄个学生拢在遐讲，因无要听旧约，因干那要听新约。但是对保罗来讲的时阵，保罗是一个融会贯通，把旧约甲新约，甲为耶稣的迄个行为甲伊的复活，迄个综合起来。保罗才知影讲，这个耶稣就是古早含这个创造上帝一脉相连的，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假使拢若是讲干那伫这个无强调伫讲保罗伊对旧约足彻底足知影的时阵，伊会当转变，干那讲干那信这个耶稣的时阵。常常有足侪人就变做讲，我就毋免信旧约，我就信新约，干那信耶稣就好啊。这几个人到即摆嘛是可能是我那想法，所以我是感觉讲，保罗伫即个旧约的基础上，佮当着看到耶稣拢无犯罪，拢无。迄落伫即个新约所看的，match 着伊旧约所讲的，伊感觉讲这真正是即个信仰，所以伊才有法度讲会当安尼很坚强，佮甚至来对旧约的信徒像讲彼得，也是遐伊会当含因辩论，因为伊对旧约看得足清楚的。是毋是会当讲新约就是旧约的印证？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讲你就是爱伫必然讲耶稣讲嘛吼，耶稣讲，佛法的总纲，得着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过来就是讲其次的相反，你就要爱人如己，也是讲爱 neighbor 如己哦，这拢包括伫种
耶稣先怎会当规个包过来？啊，伊讲立法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拢袂当废去。耶稣伊咧讲的是，就是讲伊伫迄个旧约内底来变做，伫伊的身受顶悬，拢完全是拄啊表现甲讲没有可以无可指责。啊，佮迄落，所以我是感觉讲，保罗吼，伊伫即个旧约的基础上，啊来读耶稣讲，耶稣真正是含即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一脉相连安尼出来。安尼咱才有法度讲，咱信旧约，啊，甲信我信新约安尼。呀，这是我过去的经验嘛，哎呀。其实你注意甲看吼，保罗伊无否定旧约的律法。今仔日个地方上有小可有提到吼。保罗伊无否定旧约的律法，但是你甲律法变做一个律法主义，迄就有问题。律法的目的是要互咱离开迄个歹的，亲像主作文讲的，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无互阮入伫刺。啊，迄个目的是要创啊，互咱入伫迄个救恩内底。但是当你用律法来成做一个审判人的罪，比如讲法利赛人拢讲哦，你无十一奉献，啊你无安怎，你无安怎，用安尼来框架人的罪的时阵，迄就有问题啦。用安尼来讲啊，你会当入天堂，你袂当入天堂，安尼就有问题啦。啊，过来就是讲，拄才周牧师有咧讲到迄个讲新的诫命吼，新的诫命伊是甲10条甲浓缩落来吼。但是其实主耶稣伊讲真清楚，伫约翰福音讲真济，讲到爸、囝甲圣神的代志，甚至马太福音28章，咱定定一寡福音教派足爱用的大使命，福音教派足无爱读，足无爱读迄个旧约啦吼。但是因定定足爱用大使命啦吼。大使命咧讲啥？爱去普天下，甲人行洗礼。奉什么人的名？奉爸、囝、圣神的名。若无旧约，就无老爸，敢毋是安尼？吼，旧约是咧指迄个咱讲圣爸上帝嘛，吼。所以其实你若对福音书耶稣咧讲的话，伊讲我来的目的，也是讲我离开恁的目的，是要去爸遐避难所在，要过来带恁倒转去啊？要去倒位？要去旧约应允救恩的迄个上帝遐，吼，这是一脉相连的啊！你无法度去甲切断的啦，吼。有啦，就无在讲即种的人，我嘛拄着介济啊，定定咧甲我调整讲旧约无用论啦，吼。啊，毋对啦，其实毋是啦，咱袂当否定犹太教派、犹太教，就否定旧约。搁另外一种的讲法是讲。旧约是犹太教的，甲咱无关啦，吼，有另外一种讲法是安尼啦。但是你也知影讲，上帝用犹太人做一个 model， 互咱来了解伊的救恩。所以，透过犹太人去了解上帝，是圣经互咱的一个方式，甲一个管道。啊，搁另外一个问题啊。咱感觉哦，那个到第4年。你第3个讲了啊？啊未咧。哦 ，OK。即嘛延伸，你讲到受教这个。OK， 我是较早想要回应第三条啦。哦，啊未咧，啊未到第4个啦。哦 ，OK， 是的。未。我呀，所以咱若准讲去否定旧约圣经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甲整救史吼。来了解，但是你看保罗伊本身受到旧约的教导遮尔严格，但是伊知影迄个救恩真清楚，你袂当受到迄种犹太传统的束缚来解说救恩。伊咧坚持是即点啊，伊无咧否定律法嘛，无咧否定迄个旧约的记载吼，其实拢无吼。好，内底。哦，我是。即摆若像咱看第3条吼，
嘿，讲保罗强调家己无受到伫世俗面，是在上帝借着基督给他特别的呼召嘛，扫罗保罗是咧强调自己很特别吗？我是感觉讲，是咧强调他自己很特别啦。唔是啦，我咧找物件。你讲唔是哦？我是感觉讲，保罗咧强调讲，嘛是强调我是讲，即这个问题来答，因为咱来看讲，迄第16节，伊讲伊从伊强调他是正统。启示的囝是伊伫外邦人中间咧宣扬的基督福音嘛，伊无向啥物人去请教求助。我想伫迄个耶路撒冷遐使徒，因要传的嘛是，伊所传的嘛是传基督福音嘛。伊要去甲伊要去耶路撒冷以前，伊就是咧传即个基督福音就是就是因为是基督甲伊特别甲你启示甲伊走伊的嘛保罗你传即个基督福音，所以我是感觉讲福音，保罗是讲，我讲的就是对啦。你想讲保罗伊写遐个话，伊才会。伊写互遐咱咧所讲咱圣经来保罗才所讲的，就是讲伊所讲这是因为是上帝要直接互伊的启示嘛，所以有伊就去阿拉伯伫迄个为广告的时间，我毋知讲到底是偌久，几年间。高单啊。高档高段时间，你到遐，伊所传的是对耶路撒冷遐来的啊。唔知啊。伊是直接对耶稣互伊的嘛。所以你也告诉咱，伊咱即摆读圣经来睇讲，伊咧所讲的遐，咱若讲要甲阮讲的啥物人，就个想到我想到即项的时就是讲。伊所传的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直接互伊的。对。所以我感觉安尼我感觉伊是有较特别啦，敢是？别人因要所传的是因为是耶路撒冷的人，因拢介头因对耶稣了后，这学生才去传落遐门徒啊，学生啊，佮开始传落去。其实你也看我的问题保罗是在强调自己很特别嘛我咧讲保罗强调，其实伊毋是咧强调自己特别啦。你若要讲特别其实每一个人拢做特别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特别的恩典甲呼召其实伊较强调是迄个伊要讲的福音的特别性咧跳脱伫迄个许多的传统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去思考即个救恩，是较特别的所在，而且保罗本身像伊咧讲伫使徒行传22章，伊咧讲伊嘛受到真正统的犹太人的训练，法利赛人的训练，但是伊会当跳出来，迄若毋是真正足清楚上帝的呼召，真困难达到。你看彼得就甲伊论半步啊嘛拢咱有当时这嘛是一个互咱足直接的功课，就是讲。咱伫教会传统的内底，咱是毋是足有困难去跳出传统的做法？这就是使徒传统啊，对无？但保罗是要跳出来去注目看到救恩真正的意义是啥物？我想这是今仔日要互咱的思考啦。伫逐个人，也是讲逐个时代。逐间教会拢有伊的特殊性，咱要安怎用迄个救恩来做思考？我想这是保罗真正要互咱来思考的一个所在。
牧师第你四个，嘿，来，牧师你讲，牧师你这个问题敢是你这个特别的呼召，敢是针对讲，就是讲保罗先生拢伫外邦人内底咧传福音嘛？呀，啊，毋是干那安尼尔定啦，就是讲要安怎脱离迄个犹太基督徒的传统思想。OK，犹太基督徒的传统思想就是讲，所有要成做基督徒的人，一定要加入入去犹太人内底，所以是干嘞。然后要守他们的诫命。保罗伫外邦咧服侍中间，伊看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行不通的。信仰甲救恩，你若无脱离文化、民族的传统，这会有问题。这是保罗伫遮伊足清楚咧表达的物件。好，来第四项，分享一下上帝安怎陪伴你，成做伊的门徒，呼召你成做伊的使徒。我先分享我家己啦吼，拄则频频咧讲到讲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大汉的囡仔，我就是啊吼，我的阿公的小妹，我的姑婆吼，拢是牧师啊吼。阮爸爸妈妈拢伫教会咧做长老啊，所以去教会足理所当然啦吼。你就知影牧师大声喉的吼，所以主日学的校长足爱我去参加主日学，我唱歌特别大声就是参加主日学，就逐礼拜爱做代志吼。但是真正你讲会当了解信仰对我是什么影响，其实无啥物感觉啦吼。是毋是我13岁时，阮的牧师甲我讲，明仔载要洗礼，你要来参加一个无？我咪讲好，就过工来去洗礼啊。我嘛毋知啥物意思嘛吼。所以其实一直到我高中2年的寒假，高中2年寒假，我去参加一个冬令营。迄个时阵，较真正清楚着讲，上帝甲我的关系是啥物个？上帝是我的上帝，毋是阮爸爸妈妈的上帝。到迄个时阵才开始清楚，迄个时阵就已经有一个决志啊，因为我自细汉拢听阮爸爸咧讲。因安怎对阮阿公伫教会服侍啦，伫后人啦，伫大溪啦，伫花莲啦，安怎服侍等等这代志，其实拢有一寡受到影响。甲我的姑婆李邦的牧师，因安怎咧服侍吼，伫教会安怎，拢有受影响啦。但是进前咧听，敢若听故事的，但是当真正去认捌着迄个信仰，甲认捌着上帝了后，迄个听的故事诚多，对我足深的一个影响。然后我就开始有一寡人生的改变安尼。我想这是上帝真正亲像保罗咧讲，其实伊早就备办好势啊，但是迄个时间还未到尔，咱还毋知影安尼尔。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头一个基督徒，迄当阵我咧读迄个艺专的时阵，艺专毕业的时阵，我信主，毋拄我感觉人生真奇妙。迄当阵我信主的时阵，我教会的指导，我伫咧圣教会大专团契，迄当阵就咧讲。阮遐足侪迄哥哥吼，因拢是以前因拢定咧甲阮鼓励讲，一人信主，全家都会得救，吼。我迄当阵就想讲，嘛无想即个问题，就想讲，莫甲我做动，我就会真欢喜啊。因为我是查某，所以阮爸爸讲不要紧，恁哥哥莫信主就好啊。你要信，你就去信，不要紧。所以我就足lucky，我就信主就顺遂安尼。到尾吼，我信主了吼，讲信耶稣真好啊吼，就是安尼尔，就是甲牧师变做讲自细汉迄个基督徒无啥物追求安尼啦。2011年，我才规个对信仰完全的改变。
即个甲上帝关系才完全的改变，啊，真奇妙哦！恁敢有听到？有，因为我看网络，敢若咧洗衣裤啊。好，我有听到。我拄就甲你讲，你毋信。啊，我感觉真奇妙吼！2011年吼，我家己的性命改变，我甲上帝关系完全的改变，关系知影讲原来我信的，我以前毋知是安怎信的，啊到尾啊，我真正完全会当讲 renew 更新了吼，真奇妙！啊，上帝真正互我村里的人一个信主。到当阮妈妈信主，阮妹妹信主，因规家伙仔拢信主。啊，我性命无改变的时阵，拢无哦，因拢无信主。啊，我性命了哦吼，啊，真正足奇妙的，上帝甲我的娘家的逐个人拢敬着啊。连阮妈妈的小弟，阮阿姑嘛是安尼信主。迄本来是三太子的囝哦。到尾也嘛信主，足奇妙诶。谢平平吼，平平，你讲因遐逐个信主是有你去甲因带呢，还是有？有安怎？我讲一个例啦吼，阮妈妈甲阮妹妹信主，就足奇妙诶吼。啊，就是迄当阵我信耶稣的时候，基督徒的时阵，我无讲足积极，讲我要甲阮村里的人传福音。迄当阵我想讲，我毋知安怎，我感觉讲迄无可能。我感觉无可能，因为阮妈妈拜到安尼，啊，阮爸爸就讲，阮哥哥后盖是爱甲拜的吼。我爸爸是外省的哦，啊，可是他们就觉得后盖查甫的要拜祖先嘛。吼，啊，我查某毋免拜，所以不要紧。啊，所以我的印象，我的观念中间就是讲，反正我一个人信主，因无信主，因有因的信用就好啦。啊，到尾啊，我家己的性命改变了，我才感觉讲，信耶稣足好诶。啊，对村里的人我都有负担啊。啊，就是迄当阵我第一教会迄个谢信公牧师娘，吼，伊足有负担咧传福音。吼，啊，伊就直直甲我讲平平，你爱甲你的村里的人传福音。啊，我就讲啊，要安怎？甲我，伊就替我祈祷，就甲我讲要安怎？啊，就伫台湾请教会朋友去甲阮妹妹关心，吼，带因去教会，啊安尼，嘛阮妹妹规家伙仔，啊，搁阮阿姑因规家伙仔信主。啊，阮哥哥就是阮哥哥信主，是因为我常常甲阮哥哥咧讲啦，我甲阮哥哥关系真好，阮常常因为阮哥哥伫咧上海，我拢常常甲伊讲信仰的代志。阿嫂今年过偌济吼，阮即个阿嫂是阮哥哥的第二个太太，阮即个阿嫂因过偌济台湾洗礼，伊台湾洗礼，伊是东北人哦，伊去台湾，啊，甲阮妈妈带，啊去教会洗礼，啊，伊伫教会洗礼的时阵做一个见证，我到迄天才听到，伊甲我讲，伊接触的头一个基督徒，就是因先生的妹妹甲妹婿，就是我甲主庆。阮2008年的时阵，我有去大陆甲因看，伊讲伊拄仔开始看到阮的时阵，伊感觉阮两个足无共款，甲伊所捌的人无共款，啊，所以伊就对基督徒感觉讲，因为大陆是无神论嘛，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基督徒甲人足无共款的，啊，因伫大陆拄着一寡艰苦、较辛苦的代志，啊，我甲主庆，阮就有甲因鼓励，啊，甲因帮忙，甲因鼓励，安尼。算讲有，伊感觉讲是甲别人所无共款安尼，啊，所以伊讲伊就是为遮感觉讲基督徒无共款，啊，转去台湾，甲阮妹妹因去教会，啊，伊真正过偌就洗礼信主安尼，所以阮哥哥甲阮阿嫂嘛拢安尼信主，所以哦，你生落来就是伫基督徒的家庭。
所以真正是稳定的中喂间。啊，毋拄咱第一代的基督徒真正爱教传福音嘛。哦，OK，好，我想我要讲。其实要传福音吼，一个是我感觉讲真无简单的代志。你讲，咱想讲啊，我要来传福音，要一人来，要一人来迄个。咱你甲人讲，人有当时讲，好啦，真正要采讲迄个某一个兄弟啊，啥物人要来，这个 last step 啊吼，算是足歹行的，要伊还当行入来，迄个步，那像我感觉像最后一步，较歹行，再到我几步啊，真好行，惊我你当甲你讲的啊，但是你讲啊，你莫要求，足困难的。不过我是感觉，David 咧讲这个是真正吼，这困难啦吼。但是照伫保罗的角度，还是讲照伫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就是讲上帝要呼召人有上帝家己的时间甲方法啦。咱所会当做的，就是讲咱尽咱的本分，咱尽咱的气力，去甲伊分享，去甲伊关心，去甲招啦。啊，伊当时会当 last minute last step， 迄是上帝甲伊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自责，但是咱就是讲，咱会使做，咱就尽量去做安尼啦。David 最近嘛，常常咧招伊的朋友来，我想这就是咱咧尽本分的一个方式，还是讲咱咧做的代志。咱上帝要安怎带人入来伫咱的中间，我想迄个交互上帝去做。我咧想讲吼。比如讲 ，David， 你若是有负担要招啥物人来教会，其实你会当甲阮讲，啊，阮就开始为着这个人祈祷。我感觉咱会当安尼做。嘿，比如讲你有负担，比如讲 ，OK， 我今仔日想要招啥物人来，啊，我就来甲恁讲啊，咱就先替这个人祈祷。先祈祷，吼，咱就替祈祷，啊，上帝开路，啊，所以就是先祈祷啦，我感觉先祈祷安尼，啊，毋好你家己一个人，啊，就互咱大家知影，啊，咱就为着这个人祈祷，两个人以上祈祷就不得了啊。我甲你分享，其实我最近嘛是你想要邀请迄个对夫妇来啦吼，啊，就是你讲迄个，打电商破病迄个艰苦，这对夫妇吼，迄陈医师，吼伊是一个胃肠科医生啦，啊，伊平我加草加我2岁，啊，伊开始去做胃肠科医生啦，啊，像我国民学校的迄上一站，吼，因太太吼嘛是真好，伊太太拢太太伫迄个平豪，然后个名阮就定咧讲咧呢，啊，最近就是为着安尼这代志，啊，讲祈祷，我讲好啊。这是祈祷啊，所以我前礼拜就讲教回来这祈祷，啊了我伊这对夫妇拢有同我咧接触，有人咧讲话，啊，我咧去那个问讲，啊，你到底是做什么教会啊？因为当时去沙多巴啦，我讲啊，台湾人去沙多巴个啦，当时是去啊 vacation。所以我就好讲，啊你来教会，你住伫对，我讲伊个住伫迄个安那汉希尔遐个近，伫咱教会个近来呀。安尼，你来参加阮的，我来参加阮的家庭礼拜，好啦，无你一个迄个做好啊。我若送去你好，啊，原来我家送我用了，我叫我讲多谢，
今仔我本来想讲伊今仔会来，啊，佮无看到伊来了。我今仔来我来介绍，但是那个我会个 follow up 啦。但是我感觉伊即队伍吼，即个伊伊住伫咱教会无偌远嘛。啊，这检测咱来甲招呼检测因有机会，因来咱教会啊，会咱教会迄个。后盖吼，后盖我感觉 David 真正足够招人，我感觉 David 真正即点我自我熟悉你开始吼，我感觉你真够招人来教会，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上帝互你，所以我感觉讲安尼就好诶啦。啊，我甲你邀，就甲你拜托，后盖你若要邀请啥物人，啊，你会当 text 互我，啊，我会当为着即个代志祈祷，啊，你嘛会当 text 互主牧师，吼，啊，咱就先替即个人祈祷，哦，咱听替啊，伊有来无来，啊，咱总是有甲伊摆咧伫咧上帝面头前嘛，啊，就甲即个决定权就交互上帝，我有招人来，我替伊祈祷，啊，上帝就去做工安尼。我有拍名伫啊，我有拍名伫啊。我会当有这个 commitment 啦。哦，咱遮提名为着因祈祷啊。Jimmy 跟树。迄无检测因是，你个有一个代志讲，几当前嘛吼，啊，因太太来顶候，我咧问讲，伊知讲我教会人，你讲啊，你敢捌台南有啥物牧师啦？讲是安怎讲？啊，伊个公公吼，讲哪上艰苦啦安尼，啊，讲伊讲上爱牧师去甲关心啦安尼啦。啊，所以迄阵我就讲哦，安尼台南本来台南是我的本名，但是我都毋知啥物人，毋捌 any 牧师。你会当问小婉啊，小婉上知影啊。啊，我迄阵啊，就拜托问迄个李牧师啦。李牧师想去敲电话去，互伊台湾的朋友的款是因住伫迄个国华街遐，三迄个发生去台湾附近的款啦。啊，再发生李牧师，然后拜托一个牧师有遐探访，但是我以后安怎迄个安怎变，我就无讲多清楚啦，安尼啦。那阮妹妹会信主，迄当阵就是拄啊开始怀去教会迄个姊妹。嘿，足重要诶，怀去说足重要。啊，进前阮就为着即个代志还袂成哦，是直祈祷，了开始伊招阮妹因去教会，本来是要招阮妈妈去，结果到临时祈祷啦，咱先祈祷。我感觉我会当有这个 commitment。那网络来播。是啊。你讲这就是王医师，是毋顶礼拜咧讲伊到迄个？对。即摆安怎？啊，即摆先生又较好啊，家做好势啊，太太因为有去弄着鱼啊死了啊，所以还咧恢复中啦。啊，但是落会当有行动啊。所以无迄款的真可怕严重的啥物？啊呀，介头因先生介头是讲吼，脑有安怎内底有脑震动啥物，我就去做2摆，可能 MRI 做了，啊就讲内底就无出血啊安尼，啊所以即摆应该是会就 OK 啊，会看啦，安尼。因为讲多谢人感谢，咱就替伊祈祷安尼。会啦。我朋友有啦，一寡朋友替伊祈祷啦。啊，有种伊就来咱教会，伊就来讲点样咧讲话，伊会讲啊，即替阮祈祷，所以我较早以前，那想办法去来福教会款。OK。我想这嘛是上帝互咱教会呼召啦吼，这就是上尾一条咱要思考的啦吼。咱会当足同心伫迄个祈祷中间来三角扶持，三角有关心啦吼。
你看迄当阵拄啊无书来，迄当阵就咧关心你漂反无输因，啊，逐届无输若对你直播上，啊是创啥，拢头前拢会讲要替你无输因祈祷，啊，所以逐家若看到，逐家都，我相信咧看，逐家都拢会替你无输因祈祷，所以我感觉因就真正无共款呢。我感觉祈祷，我就是本身我就是因为去担着祈祷的机，所以我感觉祈祷真正有够就好的啦。的功效，就有功效，就有效的，有效的。隔壁啊，哎呀，你头咧听呢？什么？无哪样看啊，头咧听呢？无啦，要紧啦。啊，你迄个外科医生朋友啊，陈医师，哦，陈医师，你敢无还没搁咧联络？有啦，我有 text 予伊啦。我俩有机会你，即马都疫情啊，无就讲咱会使去甲看。对啦，无法度，我就想要邀请伊来参加，要请伊来参加迄个查经迄个 Bible study 啦。哦，我也去甲 follow up。OK。无要紧啊，无要紧，陈医师的名，咱嘛来拍起来，我写起来。无输。陈医师是陈医师是名啊？伊的门名叫 Jimmy 啦，啊，伊太太叫做 Sue。无伊讲陈医师啊，陈医师啊。就是要来甲咱斗阵礼拜迄个牙科的陈医师啊。哦，台湾哦，牙科陈哦，迄牙科陈医师吼，无一个 story 啦，迄陈医师吼，迄陈医师伊带伊的太太吼，啊，真热心啦。啊，咱想，即马就伫俄万有咧参加一个国语教会款啦。哦 ，OK。啊，陈律师也无啥爱去啦。系啊，啊，伊怎本来我甲因太太讲啊，你叫陈律师，你甲去教会，啊，因太太就讲啊，伊都无伊无啥去教会安尼啦。我讲我只有讲台湾话安尼迄阵啊，啊已经一段时间，啊我是，他迄阵我咧，我当时我无讲常拄着伊啦。啊，有拄着去过拄着这样讲，有即个你啊，即个要讲台湾话，这啊，我有link互伊，吼啊，伊就参加几摆安尼，啊，最近前礼拜我就互伊差不多无参加，我前礼拜无，我想即礼拜我先去互伊看伊会参加，个会来参加的，啊，伊主要伊本来吼，伊本来住伫迄个华盛顿一个所在啦，啊，伊一个查某囝吼，啊，伊怎啊搬来俄版即个遮吼，啊，哪想即个查某囝哪想有得着异地的款啦，吼。OK。迄个不止啊严重会爆病啦，对啊。啊，所以可能因太太或者因为着即个查某囝，嘛是可能伫教会让嘿，让有当得着帮助安尼款的。因先生就讲较袂爱，较袂爱去教会。OK。对。好，咱今仔是讨论热烈，真好。前礼拜嘛袂歹啦。当礼拜都嘛袂歹，后礼拜嘛。讲话落去几个，还讲话尔。搞话。分享啊！啊，圣经读的，就是爱放伫咱的 context 内底来思考啊，9点啊。9点啊，好啦，咱来祈祷啦吼。听谈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
阮伫遮对你圣经的话保罗的提醒，也阮有真好的讨论甲思考。我特别伫遮要提名为着王医师因夫妇，为着陈医师来祈祷，祝你亲自来带领因，互因伫生命中间有主你亲自的看顾甲护照。阮也要为着你表扬牧师因的搬厝来祈祷，也求主你看顾周牧师因的整理，甲无偌久需要来搬山位，你会稳定甲面三甲地地。阮也为着文华兄的身体祈祷，主你来看顾伊，互伊得到帮赞。为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为着因祈祷，摆咧伫你的手中，主你亲自来看顾。特别伫这段的疫情的时，祝你的稳定交给阮用。阮为着今仔日的组织献上感谢，祈祷各主的名。阿门。阿妹，哎，多谢，Good night。再见。晚安，晚安。